今日節目時間，因為近期業主議價空間擴大，令到屋苑嘅成交量逐漸回升，特別係一啲細價樓。其中屯門居屋富健花園3月份嘅成交按月上升咗1倍。不過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，業主認為單位景觀開揚，質素比較好，所以暫時未肯減價，仍然叫270萬。上市放售持有嘅一個實用面積480幾尺嘅兩房單位。呢一個位於屯門居屋富健花園第8座嘅單位，一入門口就係一條曲尺型嘅走廊，比較嘥位。行到入屋，客飯廳亦都係鑽石型，比較難擺放家私。不過居屋嘅實用率始終比一般私樓優勝，實用率達到8.5%。單位嘅建築面積568尺，實用面積都有484尺，樓底就高8尺1寸。客飯廳嘅窗口向東南，可以望到屯門河景。富健嚟計就6、7、8座個景觀會開揚啲嘅。呢隻間隔咧，嗰個優勝之處就係有對流窗咯，係啦，咁啊個景即係個光猛度會好啲啦，咁同埋會開揚少少嘅。如果呢邊高層少少嘅單位咧，就望到屯門河啊、黃金海岸嗰啲單位咯。咁如果景觀嚟講就優質嘅。不過對開同時係輕鐵嘅車廠，單位又位於1樓，車聲噪音亦都難免會比較大。單位有2間房，比較大嘅一間內籠有66尺左右，窗口向西北。而細啲嘅呢一間就只係得40尺左右，2間房都係望返附近嘅樓景。業主喺舊年2月先至以154萬喺自由市場買入要嚟收租，最近租約期滿，見到後市出現隱憂，即使而家賣樓要俾額外印花稅，亦都決定收返單位之後放賣。代理話近期業主願意擴闊議價空間，自己屋苑3月份嘅成交量按月回升1倍。即係上個月尾咧，上個月尾為例咧，就富健都有大概4宗成交度啦。如果價錢嚟計咧，其實如果普遍咧，有啲業主可能因應政府出招啦，咁啊同埋可能你啲居屋貨尾啊或者綠油嗰個反應冇預期咁大啦，咁其實回落咗有部分大概3至10%度。目前富健花園一共有30個自由市場嘅放盤，叫價介乎216至到360萬。不過呢一個單位嘅業主就未有減價，暫時叫價仍然企硬要270萬，以建築面積計要4700幾蚊一尺，而實用面積就挨近5600蚊，比起屋苑近月嘅成交尺價5001蚊高9%。單位嘅市值月租8500蚊，以業主叫價270萬買入計，回報率大約有3.8%。位於龍門路新屯門中心旁邊嘅富健花園，由房委會同埋其士發展合作發展。雖然係屬於屯門區最新嘅居屋，但係樓齡已經有14年。一共有12座，超過3000伙，實用面積介乎400幾至到600尺嘅單位，2至3房間隔。屋苑附近有濕貨街市、超市同埋食肆等等，生活所需一應俱全。不過始終交通就舒適一啲，要駁1程車先至去到西鐵站。管理費每尺1蚊，車位方面月租每個要1300蚊至到1500蚊，而買賣嘅話就預返25萬一個。